最近咧有客戶問我，喂，我會唔會食蛋白質過量㗎？咁其實我想回應佢，原來有好多嘅朋友咧食蛋白質咧係唔足夠㗎，引致咧如果佢要減肥嘅話，體重減唔到啦，甚至乎我哋濕疹嘅話，就會反覆發作嘅喎。蛋白質咧唔單止幫我哋增加肌肉嘅關鍵啦，對於減肥嘅人嚟講，攝取足夠嘅蛋白質，亦都可以協助我哋提升新陳代謝，幫我哋打造一個易瘦嘅體質同埋健康嘅狀態嘅喎。對濕疹嘅人嚟講，佢就更重要啦，因為蛋白質係會修復我哋受損嘅細胞，建立翻一個健康嘅皮膚，呢個係一個必要嘅材料嚟嘅。但係重點嚟啦，如果食錯咗蛋白質，發炎情況反而會增加。今日咧就會教你點樣揀啦。喺營養學上邊咧，一份嘅蛋白質大概係7g左右啦，等於咧一隻完整嘅雞蛋。但對濕疹嘅人嚟講咧，我會比較推薦佢會揀植物性嘅蛋白質優先嘅喎，例如一杯咧190ml 嘅無糖豆漿啦，半磚嘅豆腐啦，又或者咧3湯匙嘅毛豆啦。因為植物性嘅蛋白質相對嚟講好消化，佢係有膳食嘅纖維，亦都可以令到我哋條腸喐得好啲，幫我哋身體咧喺體內裏邊咧做呢個修復，減少呢一個咧發炎嘅因子㗎。再嚟咧就係肉類嘅蛋白質啦。如果你想減肥又怕發炎嘅話，可以揀咧白肉同海鮮嘅30g咧嘅去皮雞胸肉啦，又或者40g咧嘅雞腿肉咧，脂肪含量低，亦都有豐富嘅維他命 B 集，可以幫你嘅新陳代謝增加。更正嘅咧就係我哋嘅海鮮同埋其他嘅魚類啦，例如我哋嘅蝦又或者三文魚咁，因為佢有好豐富嘅奧米加3脂肪酸，佢係天然嘅抗發炎神物嚟噶，幫我哋身體減低發炎，亦都可以舒緩到我哋濕疹唔舒服嘅喎。至於喺紅肉方面，大概35g嘅牛肉或者係豬肉咧，雖然佢係補充鐵質咧嘅效果好好，但每一個星期係建議食1至2次就好啦。因為攝取過多嘅飽和脂肪，亦都會引起我哋身體咧嘅發炎症狀嘅。最後咧，分享一個提升新陳代謝率咧嘅飲食次序俾你啦，就係豆類、海鮮或者魚、蛋，仲有肉。早餐嘅時候咧，試下用一杯豆漿加一隻烚嘅雞蛋取代一啲高糖分嘅麵包，又或者咧好似我咁有一杯營養蛋白素咧就搞掂啦。唔單止咧佢哋嘅 GI 值係比較低，亦都可以協助我哋個身體咧撻翻着個計㗎。仲有啊，記住25至30克咧為一個基準，因為咁樣先會協助到我哋身體整個新陳代謝率嘅啟動㗎。因此，無論你係想減肥定係搞掂濕疹、改善你嘅體質都好，都係從食啱蛋白質開始嘅喎。唔知咧你最常食咧係植物性嘅蛋白質定係動物性嘅蛋白質咧？留言話俾我聽咧。如果你覺得我條短片對你有幫助嘅話，麻煩你幫我 like 同埋 share 咗 repost 出去。我哋下一條短片再見啦，拜拜。